过来消息来看，环保署按什么行做环境部？有风声讲现任的署长张祖敬会来争做头一任的环境部长。早起有环保团体就批评张祖敬是环保的破坏王，呼吁行政院爱搁再评估。行政院目前是也无回应。环境破坏王张子基下台。 政界环团主持做会，呼吁正义三思，唔通互现任环保署长张祖敬团主内定出任环境部长。环团伫立委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，反对四只案的环团，佮针对四只环评审查案引起互相审查争议，批评张祖敬的唔对。 协和四阶环评的荒腔走板，其实是已经明确的是有4大罪状。第一个罪状是强行排审，第二个罪状是违法审查，第3个罪状是限缩公民参与，第4个罪状是回避媒体监督。环保署它现在一直在破坏以往已经建立的环评的程序的一些默契，包括它一再的在滥用 整个环评的一个隔离的程序，意图来干扰公民对于环评审查意见的表达。环团批评，为2020年开始发起连续铁路张祖敬，到达已经有超过50个团体参与。张祖敬唔拿拒绝民众伫环评会议上现场直播甲录影录音，剥夺公民的参与权。居然把这样的政策环评说它仅供参考，政策环评是一个上位的政策，个案的开发都要依循这样的政策，你应该先远后近。现在我们看到环保署的，因为在张子金的操纵之下，所以也践踏了这个政策环评。环团强调，讲起最近发生的4只环评争议，环保署应该作为环境开发的守护者，煞变做像令囡仔，呼吁正义三思而行，唔通互环保破坏王成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